伫台中的市道136线接南投的路段，现在有改过沿东港的汽机车伫咧线顶呼呼叫咧批车，若错人耳嘛造成交通安全的疑虑。3十的时阵，警方加强处理，头一届用空翕机来搜证，要来抓违规的车。 警方用空拍机伫咧台中市道136线天顶，查看是毋是人伫咧线路竞速，或者是危险驾驶。136线毋若是自行车的挑战路线，也是汽机车热门的走山路线。每到拜六礼拜休困时啊，当地民众就会忍受改装排气管的噪音，也担心出车祸会弄到。礼拜四、拜六时啊，交通量哦较济，啊速度会嘛较紧吼，啊有。 不噪音，这两大部分哦，啊，那个尽量讲甲咱的警察局甲环保会当改善。警方统计，136线去年就发生193件交通事故，其中真侪是奥多曼家己涉堵，那查来噪音车辆有1481台，通报处理是有到4395件，为着要阻止违法改装车甲严重的危险驾驶行为。 太平分局第3个上每一个拜六礼拜，甲环保局监理单位执行环境监联合稽查，伫136线定点进行查车检查，也第一遍用空拍机伫咧天顶搜证。警察局无人机警察队支援空拍机到场协助搜证，透过科技设备更有效率观测及锁定危险驾驶车辆。 警方表示，30拜六下昼，总共有查34台车，其中处理噪音的车辆有11台，不当改装8件，无照驾驶2件，无合格率到61.7%。事后依照噪音管制法、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单，并且通知车主调回检验。警方也希望驾驶人爱遵守交通规则，唔通有超速甲危险驾驶这款违法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